你活不了几天了，你留那点段子干什么呀？你还咒我死，你要不要脸？不信，你问问你的主任，你还能活几天？别以为就你有主任，来，认识认识我的主任。他真是你同事？前同事，我单干了，24天走向人生巅峰，一个敢说，一个敢信。你没跟他说人生巅峰后会发生什么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所以，我真的会死。